中国针对咱的34种农产品取消进口零关税的这个措施，农业部表示，咱的农产品原底上侪有3成销去到中国，去年是已经降价，干那剩1成外。这34种农产品，若依照去年销去中国的量来算，关税大约是107万的美金，认为这影响无算大。真侪农产品的业者嘛表示，影响有较细。 中秋之前，中国宣布恢复文旦进口。中秋过后，阁取消农产品免扣关税优惠。这几年来，中国对台湾的农产品是话禁就禁，讲开放就开放。即马阁把免扣关税优惠收回去，有不少做贸易业者早就知影风险，唔敢把鸡卵放伫同一个篮仔内底。以水产业来讲，正经白带鱼，后来恢复销去中国公司数量就无多，所以取消免扣关税，这影响嘛较细。 其实受影响不会很大，我们也不可能全部去把市场都放在他那身上。嘿，中国伫2005年针对15种台湾果子实施免扣关税，2007年阁加入11种菜色甲8种水产品。不过今年中秋过，中国宣布自5开始要取消这个优惠。有蚵仔外销香港合作社表示，应该加减有影响，不过量嘛无介多，因为含外销比起来，颠倒咱台湾买中国蚵仔是占较多。 台湾的芋头需求大过于供求啦。目前我们台湾大部分也是都会从大陆再做进口进来台湾啦。农业部表示，农产品外销中国的产值为上悬超过30%，去年已经降到10%左右。2013年销去中国的农产品差不多是5亿美金，这34种菜色水产品的产值差不多是736万美金，若要扣关税，差不多是107万美金，这个伫咧控制范围内底。 整体来评估来讲，它的影响有限，那风险是在可控管的范围之内。我们会持续的协助我们的农产品推往中国以外的优质的高端市场，来提升我们优质农产品的一个海外知名度。 中国话要取消关税优惠已经讲真久啊。农业部表示，中国实施食品注册制度，影响台湾业者注册。实际上，对台湾已经单方面采取非关税贸易障碍措施，佮加上销去中国运销成本悬，通关的时间长，加达税嘛扣真重。佮要面对中国国内真侪假货变俗价竞争，所以国内业者早就咧拓展中国以外市场。记者林静梅、皮耀祖台北报道。